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怡群阿群妹。因台湾最近喺报道吼，一年四季都有无同样嘅果子啊、青菜。其实福起来一路以来收集非常多做农嘅也有小农朋友，其实佢也有種嘅動作，本身都喺台灣超有特色咧。今日嘅節目當中，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項果子哦，大家也報嘅超有印象嘅果子係乜嘢啊？我相信大家都係食油嘅、食雲丹、食當道嘅，因為啊半夜半幾件高鐵咧，中秋節過完咧，大家食嘅當道嘅油嘅創冇啊！接下來就愛來到台灣嘅秋冬嘅，呀，這時節可能會有當到咁嘅類嘅果子出來。今日嘅節目當中，要來同大家分享一個輕特別嘅果子哦，細細嘅來分享。節目底度也有請多位來賓來分享，得意洋洋講講個人嘅調價，楊太哥分享。大家好，我是杨宗宪，很高興今天來到客家電視台。歡迎楊大哥，謝謝。接下來係家嘅太太來分享，總太子分享。大家好，我是鍾春美，各位歡迎來到客家電視台。哎呦，分享的咪來到節目當中，掌聲鼓勵，剛剛有點緊張，對不對？唔是緊張啊！太子係客家人，錯冇？你係哪片客家人？屏東的啊，屏東的剛剛講歸歡喜嘛，對不對？歸就屏東的客家人啊，今日也請難得有請到呀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哦。不過其實啊，兩位呀下嘅其實今日我來講呀，就觀光果園。不過呀，觀光果園唔係喺南埔啊。楊大哥是哪裡人？請教一下。哦，我是台南人。你是台南人，所以我們的果園並不在南部哦，很奇怪哦，在哪裡呢？都呀新竹寶山，也算是我們客家莊嘛，對不對？對，到那邊都是客家人。都是客家人，所以楊大哥現在快要聽得懂客家話了嗎？對。啊，真的嗎？跟兩位共學哦。對，你講的我大概會可以意會得到。可以聽得懂，真的。說比較不會啊。但是聽稍微有做得嘞。對，因為我從以前我的工作環境，就是我以前在高雄工作。也有美濃的客家人。對，美濃客家人，內埔的客家人。現在來新竹。這邊又有那個寶山的客家人，北埔啦。那這樣會有不同的腔調，會有台家河講、會流腔那種，對不對？其實我分不出來，分不出來，但是你都聽得懂了。對，我大概聽不懂說哪一個是哪一個腔這樣，哪一個腔調我實在是聽不出來，因為我本身不是很認真說有去了解這個客家語這樣，只是他們講了，我大概就是跟我平常的台語可能。會有一點點像，哎呀，就是這樣用猜的，大概，他在講什麼意思？鼓手糖的時候就抽應該根本要講他抖的喂，講多一點。但是我很好奇哦，兩位都唔係新竹人，不過還有沙地新竹在這邊工作，然後甚至在這邊有一間觀光果園。是。對，為什麼大哥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生活的這個就是移動？對於台南來到新竹因為是這樣子啦，因為我出生在台南，我家裡也是那個務農的那個，從小也是，對，從小務農，可是我從小其實我沒有真的去從事農業工作，小時候都沒有做過，小時候沒有做，看過人家做，知道了，你是少爺，不用幫忙，不是，我還是要牽牛去吃草，對啊。幫小小的忙，對，就是有看到，然後曬稻谷的時候，然後去幫忙耙稻谷、裝稻谷，然後就是我大概就是在民國大概63年，我國中畢業，那時候我國中畢業，我就到高雄去工作了，所以家裡的務農工作我基本上只看到而已，沒有實際親身去體驗到，對，然後是因為到高雄以後63年到高雄，然後。在民國大概90年的時候就離開高雄，因為那時候那個公司的業務要結束掉，那剛好我們新竹這邊這個單位，剛好要有一個那個專業技術人員，就北漂，對，然後就有人介紹過我過來，就來到新竹，對，然後來這邊面試剛好說可以，然後我就民國90年8月1號就來新竹這邊報到，對。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來，
哎呀，我那时候我太太还蛮过来，没有过来，还在高雄哦，还在高雄。我小孩那时候也在读高中，对，还在高雄那边。只身北漂，对，只身北漂啊，还好这边公司有提供宿舍，好可爱，也有餐厅，对，哎呀，但是后来在这边工作做一做，好奇怪哦，跑去斜杠了，就是又去务农，去学务农，对不对？哦，对对，因为那时候是这样，我这个人是比较闲不住，一定会找个工作做，哎呀就是那时候来这边有去，所以那时候晚上的时候，因为住在宿舍。因为我不爱看电视，所以这么特别，所以就又跑去练那个A大，去读书，对，去读书，读夜校这样子，对，因为晚上不晓得做什么啊，哇，好认真哦，因为我在刚来这边人生地不熟，又没有朋友在这边，所以就先去练2年的A大，练完以后。感觉又没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后来是这样，我太太说不然我那个小孩都要读大学了，就直接到北部这边来读，我就近这边可以看得到，对，因为这样的关系，后来到民国95年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毕业，他们有时候又回南部，有的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我就又剩下我一个人那时候我本来就是身体本来就是不是很好的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小毛病，可能你去看医生，不晓得跟医生说，你是有什么怎么样，很难讲，对，很难讲后来想说不然就是去看一些那个什么比较健康的丛书那个杂志之类的，就是去摄取那些东西，因为A大也读完了，然后再就是想说让自己身体这样子，对，自己身体健康，看有没有找到一些好的方法，让自己身体好一点这样，就是去翻一翻，就感觉说，这个大部分是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的那些因素大部分是从食物吃进去的，就会你吃到一些东西，就是最重要的。对，你吃下去，你吃下去就吃下去，你没办法拿出来。你论的说不好了，你也没办法拿出来。它会一直累积。对，只能靠你身体去做代谢，就是要很慎重的去选择它。就是你要吃进去，你要选择说，这个东西吃下去对我们人体是有帮助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才想说，要不然就是来找个那个田来种菜，就因为一口一次会喊下来，有没有？就是闲不下来。对。所以后来又发现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吃东西很重要。鼓手张给听讲，开始找一块地来务农。对。一开始种嘛该东西啊，最开始我本来是想说，那时候是在流行那个什么那个市民农园那一种，一小块地，有种一点小东西，菜叶类什么的。对，因为其实我想要种菜。其实我根本不会种，连浇水我都不会了。因为那小时候只是看到而已。其实你真的是要去做的话，那是还有一点差距啦。对。那时候我就从书上去看到一个，后面刚好有那个市民农园可以认粮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我就从书上有留一些资讯，那我就开始去打电话，然后后来就是，联络到我现在这个神农奖这个农民，一个你的算是前辈这样。对，算我的前辈，因为我想说，如果我要去务农的话，我一定要找一个比我懂的人，专家，而且他实际有在做，然后我可以跟他一起参与做，对，这样我才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要不然听讲跟看书其实你要先去做，你真的做不来。都呀哈，那时候刚开始做到现在，种多久了？我从民国90年开始这一次，到现在20年了，快20年，对，快20年。哇，其实没懂给我时间所以算是一开始算是意外的踏入这一行。
对。然后但是越做越大，做到亚哈都嘛该长途，做得来同太家来，小给你可能冇认识的一种狗子哦。我说这种现在今天儿童太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葡萄蜜柚。哎，对。但是葡萄蜜柚是什么东西？我们先请大哥同太家来分享一下。给我念福希卡拉 OK， 儿童太家来分享这个葡萄蜜柚，它到底是葡萄含黑柚味呢？大哥，这到底是什么？哦，这个所以说刚刚。就是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它又不像葡萄，长又不像葡萄，哎呀，又没有葡萄味，它怎么又叫葡萄蜜啊？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宝山那个地区以前都是种柑橘。哦，柑美路耶。柑橘以前那个在宝山里面是种面积很大的。然后他们种的最多的是一种叫海梨柑。啊，海梨柑，海梨柑这种东西，它皮很细，然后它汁又多，重点它不会酸，甜甜的，对，只是甜跟不甜这样而已。哎呀，后来因为这个海梨柑，因为是气候的关系，后来就是它在成熟的期间哈，在成熟的时候，天气一热的话，它里面会干糜。所谓干糜就是里面没有水。哦，早啦。哎，对，你咬下去没有水分跑出来，没有跑出来就是市场就没有接受度。后来他们农民也是很聪明，就把它锯掉。锯掉干脆就是拿葡萄柚的种苗来接。所以这个葡萄蜜柚就黑人讲的那种橘色的葡萄柚，哎对，接在海梨树上面。哎对。哦，鼓手各位天使嘅条前观众朋友有好多冇念了葡萄蜜柚係按你來嘅哦，還有當然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再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醫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楊太哥係我總太子，也兩公婆，伊咧台南人，伊咧屏東竹田人啊。因為工作來到新竹，還有到新竹落地生根啦，應該都得按樣講。然後啲新竹超過20年了，對不對？然後也間過業，開始種東西都也還沒超過20年呢。對，一開始我們大家都可以，好像大家都會種的那個市民農場 ，CCQ 的1T 都也哈，現在到底有幾個農場？聽說苗栗也有，是不是？哎，對，苗栗也有。現在到底有幾塊地？最遠的到苗栗。最遠的到苗栗，你已經從寶山要拓展到苗栗去就對了。對，那一天我還有朋友，他說他南投也有一塊。那你要準備南投也要？我說太遠了。我喊呢，對不對？太忙了。對啦。但是真的是種很多東西，大家做對了好好同大家來分享。人家同大家來講，根本你清楚要覺得來同大家分享一種果子，大家可能都冇聽說有談過，其實都葡萄蜜柚，甚至係葡萄還是柚味，有講到它是葡萄柚加到海梨樹當中，是的，這樣子的方式，然後產出像這樣子的，很漂亮對啊，綠綠的對啊，本來葡萄柚是酸的，這它就變成甜的。啊，變成甜的那麼厲害！葡萄柚本來是酸的東西。哦，你現在講到葡萄柚，我都在流口水，想到覺得懂酸。那這個真的就不會酸了嗎？是嗎？總太記不會酸嗎？唔會酸啊，真的要改，貴甜哦，真的要改，趕快來吃寬吶哦。對，我來試試看，這個寬柚是真的是很多汁，對，水分很多，真的。然後它的果肉是偏黃色的，啊，真的不會酸嗎？我很怕酸呢。不會啊，試試看就知道。完全不酸，而且呢，很多汁，一點點，真挺多好吃，就一絲絲的負米甜甜，然後它完全沒有酸的感覺，哎，對，好特別哦，這是跟我印象當中的葡萄柚是完全另外一種水果了，對啊，而且它的皮是很薄的，對不對？對對，果皮是薄的，哎呀。
然后假给我们看到这个影，其实有一些的葱油哎，对，对不对？对，那个是柚子那个种子啊。一枝个葱呢？对，这个枝黑懂葱油哎，给枝对不对？其实很像，所以可以透过它的外观看到一点点痕迹哦，它到底是什么水果综合在一起？确实是没有葡萄啦。对，没有葡萄，对，没有葡萄，没有葡萄。哎呀，对，所以它就是一种碎冻的，水分很多，然后吃起来完全没有葡萄柚的酸感。带一点点葡萄柚的苦苦的味道，会有那个葡萄柚精油的味道，但水分非常非常多的一种柚子。对，没有错。对，那也因为它水分很多，所以大哥还有把它榨汁。对，榨汁。就像这个很漂亮就是黄黄橙橙的。原汁不会酸吗？原味不会，没有加水的。对，跟你刚吃的是一模一样。苦啦，苦稍微有点，还有一点精油的味道。怎么原汁那么好喝？哎呀，原汁超好喝的耶！因为它是连皮下去榨，所以你刚吃到了可能没有吃到皮那一个香气。哦，是把那糊糊的米啊你啊。就多一个香气在里面，哇，皮的香气在里面。这个果汁太好喝了，真的浓厚深呢。因为它有一些像柳橙汁啊，不过它有没有柳橙汁暗酸？因为我刚刚讲就是清凉酸的，我很怕酸。哦，好。故说我吃到牙人真的吃到酸，还甘美类很不酸的了，对不对？哦，对了，柑橘类就属于它最不会酸，很不酸呢，不酸，太棒了，太适合我了。还有一种水果帝王柑，它也不酸啊，帝王柑也不酸啊，帝王柑你有种吗？有啊，有啊，可是不是在这个季节，它是在元旦的时候才会产出。再够寒一些嘞，但是应该也差不多在台湾秋天、寒天、秋天、冬天这两个季节，就很多柑橘才是柑橘类的季节，所以就是大家要开始辛苦的时候了。对，夏天没有柑橘类，夏天没有柑橘类，所以我才把它榨汁，你夏天也可以喝得到这个东西。就榨汁之后它就可以保存了，因为冷冻就可以保存，就是延长它产品的生命周期这样，很棒哎！那你都像这样子的葡萄蜜柚，因为其实果树它都有一定的固定的产季嘛，对，它的产季大概是多长？产季大概1个半月而已，就是你从它成熟到摘完，我们那个柑橘类的果实大概都是顶多采1个半月就已经采完，一下就没有了呢。对，一下就这样没有，所以种柑橘。也可以说是种水果，在采收的时候是最辛苦的。对呀，因为它短时间以内把它采下来，你没有采下来，太成熟掉在地上，就大松它就没有了，对，就没有不能卖钱了。对，所以真的很辛苦哎。对啊，对啊，没有错。南腔按用炸下来轻辛苦，前面这个照顾的工厂也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大哥你是希望他是用健康的方式，因为刚刚讲到你会中东西，你会来港中咩，因为自己身体的管系，希望自己身体康健，所以才想要来种东西，当然是希望可以用最好最健康的方式来种。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我们知道水果就是很容易被很多虫虫都很喜欢吃水果，当然所以要照顾也就甘美，迄很辛苦的事情，错无？太紧深受其害，唐讲你迄很辛苦，根本你动到个烟摊做得100公出来，分享一下很辛苦的蔬菜都哪一片？就葡萄蜜哦，有稍微大了，就要用套袋啊。要推的，拉起来，推风起来啊。推风起来，他们本果蝇啊，叮到啊，会调到迄个果蝇调到，其实要用的。3日都要咱下个叮到个啊，要咱下。唔免坐听哦，要咱下咯。所以他是听出老记用推的拉起来就错呗，当粒就会老记拉起来。拉起来。反正冇推到吼，伊都会3日伊都会跌下来的。伊会都会跌下来，葡萄蜜又会跌下来。但像葡萄蜜柚刚刚泰国讲都按到干美，你全部都会套袋，也就会清辛苦的事情。是这样，那个。因为果蝇的习性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它是最活跃的时候。它在冬天冷的时候，
冷的时候，它的活动力就没那么强。活动力没那么强，我一些像譬如说像那个桶柑啊、茂谷啦、帝王柑，这些都是在比较冷的那时候才能产出的东西。那果蝇为什么？它就是水果成熟的时候，它会有香气啊，那香气会吸引它来啊。那在冬天那时候，就是譬如说帝王柑的柳丁之类的，它一样会成熟会有香气。可是那时候果蝇因为冷，它活动力没那么强啊，所以我可以容许接受它帮我盯少部分，一小部分就好了，我就不用去套它也没关系。对，但是这种有机就会按用清辛苦呀哈，因为大哥一直希望去把种的蔬菜、种的果子都是用有机的方式，已经在通过有机转型期了，对不对？对，现在是有机期了，已经进入有机期，已经通过转型期了，就等于已经是有机期。对，转型期要3年以后才能变成有机这样。哇，好厉害！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太家的其实果子、果树要种有机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对，确实是很困难，因为你像说，如果一个果树，我重视果树的原则就是说，我这个果树我种下去，我就是把它的树本身照顾好，就像我们人把身体照顾好这样就好了。其他的我就是让它自然去发展，因为你像水果，如果你把它的树本身照顾得健康，它到时间到的时候，它就会长出东西给你吃，而且是长出好的东西。如果这个水果你让它不健康，它产出的水果就不会我们想要吃的那种水果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人一样，你在照顾小孩一样，就是从小他要长大的时候，你把他保护安全，对，让他慢慢长，吃的营养，让他长大以后到一定的程度，他身体壮了，他就比较不怕虫害，而且你就让它自然去发展，就是说它长出什么东西，你就摘什么东西出来，因为它本身身体就已经很健康了，所以你就不用再去特别去管理它。所以我种的农作物大部分都是类似像半放养那一种。半放养没有，我觉得听唐泰国安永讲的一种懂简单，其实根本就不简单。对，确实是不简单，因为你要照顾，因为小时候它要长。你要照顾它，很细心的去照顾它。对，不然你照顾它，因为它很多在这种环境当中很多那个外在因素可能会去导致它天气呀、温度、天气温度，还有那个草，所以只要所以说我管理作物，我一般就是把草，我的重点是把草管理好，因为草长得会比作物快。如果我说的是，如果短期作物，你刚种下去，那个苗它会慢慢长，可是草它长得很快，它会把它盖掉。那时候你就要想办法把那个草给矮化下来，让作物长出来。注意哦，不是割掉，也不是除掉，是矮化。是把它矮化，就是所以我除草的原则不是把草全部除光，就是会留一点，就是还有一些生物，它可能会躲在那里面。一个吹毛求疵的杨大哥哦，同太家培养嘅种东西有幾用心嘅。故說還有當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好，歡迎大家又進到福喜來咧，我係總醫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葡萄蜜柚亞種果子。唔過我知道，唔單止係認識到葡萄蜜柚亞種果子，我還卡談到用泰國同大家分享你種東西的哲理。我知道也係輕重要嘅事情，因為就係留亞頭植物、亞頭樹誒照顧好，佢就會生產出愛的果子，我們要的成果，其實就是把它照顧好。
对，不求回报的把它照顾好，他就会给我要的回报。对，他给你就是一个回报，你就会是最甜美的。对，没有错，就像种稻子一样，它成熟就会低头下来跟你鞠躬，意思是一样。稻子不是成熟以后它会这样弯下来。我觉得杨大哥，你可以去出那种从种植获得的哲理这种书，你知道吗？也是呢，做的刚说到亚洲，嘿追求增进嘿自家身体的康健，就是因为追求自己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作物长得好，长得健康，给它最天然的东西。而且现在一开始虽然嘿泰国来电总太极穷下来做，总太极一开始想到讲，种东西有知道要嘿一件挺辛苦的事情哦。有冇？冇呢哦，你就天天按用穷下做。系啊，天天来做啊。天天按用做都压下来也很没赚了，儿子也回来一起做了。对，儿子后来他看我们做这样。蛮辛苦的，后来他说他想回来，之前我有跟他提过说，如果你可以的话，我就回来帮忙。可是后来是没有，而是在可能他看到我们一直这样做很辛苦，后来他有一天跟我说我可以回来帮忙。哇！后来说当然乐观其成，有年轻人加入哈，当然是最好的事情。而且也是多一个人力呀，然后就可以做更多事情，所以大哥差点连南投的田都要拿下来了，是不是？对啊，可是现在已经很多了啦，因为这样因为太多，你可能也照顾不来，可能也照顾不好。而且就像亚哈眼看到我们单枪虽然是今天主要介绍葡萄蜜哦，不过其实没有其他东东种某 Q 用给种，我刚刚讲的柑橘类非常非常多，果树很多，但是也有一些短期的作物，包含像米，对不对？对，稻米，对，稻米也开始。稻米还有种玉米，地瓜就是番薯、番薯番薯那还有种，我太喜欢吃花生，我又种一些花生。其实我们种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你是开心农场吧？也算是啦。其实我们做的工就是你欢喜去做，就是你这样做起来比较不会累。不然务农这种东西是很累人的东西啊，就是可能就是刚刚说了，我们大家有各自的想法啊，就是大家就是说他可能要这样做，我可能要这样做，啊，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去异中求同，就是他可能有他的理想啊，你要照他的理想去做，这样他才有动力跑出来。这也是另外一个哲理哦。对，因为他想要他想做他要的东西，你要顺着他这样去做，他这样做他才这样会欢喜，对，才会高兴的去做。就像我们现在的米饼也是，为什么会有米饼呢？因为来也好吃，因为儿子喜欢吃。对，是不是？对，我儿子他喜欢吃米饼啊，因为我又想说，那外面的米饼可能我们放不晓得什么东西，添加什么东西，我们自己不知道。对。那因为我们要吃的是身体健康。那我也想说，因为我想说我的下一代的身体要健康，他才可以帮助我。就是后来才想说，我们自己有种稻米，那我们就干脆就再投资一个设备。所以也是自己投资的设备。对。这个就是从头自己做的哦。对，从投资设备，然后才产出这个东西出来。很厉害哎，因为我们先压它看到的这样子的米饼，我知道这个不是用炒的，这个是高压膨化的米饼。对，很聪明。有专业的，我开玩笑。骗不了你。有一些在像我们讲的那个崩蜜厂，因为像崩蜜汤那种，它是高压的，对不对？对，这个是就是用膨化的方式。它出来就是米进去出来就是一块饼，就是而且这是原味啊，它酥酥脆脆的，很香啊，所以你可以把它加在，比如说早上吃稀饭，我们稀饭不会香嘛，你加这个米饼下去，它会很香，因为它高压膨化过了。对，而且它是遇到水，它就会融化，所以大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你只要含在嘴巴，它就慢慢就会化掉，就会慢慢化掉这样，而且是搭配果汁啊、牛奶、豆浆之类的。我想到我都要流口水了。这样吃来，早上这样一餐就感觉很营养。这亚统一般传统有一些传统的米饼是用炒的。
那个会比较硬一点，不会那么容易肚兜还有蓝水遇到口水或水分就化掉。这个就是可以小朋友就是碰到嘴巴，就是它就会化掉的那一种。对，没有错。而且你这个如果说你这个又携带又方便。如果说你今天到山上或者是到外地去工作，那个山上没东西吃，对，可以当口粮，补充一下体力，带一瓶水去。对，因为这是米，跟我们饭是一样的东西。哎呀，所以其实泰国真营周围懂的事情，连米饼的设备都自己投资了，而且感受到清整归黑，你也跟在地新竹的品牌来做结合，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素食的品牌，你把你的等于说你的东西是它的原物料，对，你提供本地，对，那通常是做哪一些东西给他？他们有跟你们买哪些？基本上是这样，他是在这个平台，他是做全植物的。全植物的，它蛋奶都没有，它蛋奶都没有，它是一个很喜欢那个爱护环保动物，对呀，然后所以说它所有从动物出来的东西，它完全不用，它就是要纯素，叫纯素纯植物啊。那当初它是因为是，他是透过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想找一个这样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健康的东西，纯植物的，而且我连你田里面也不能有什么动物的那些肥料，都不能用，都不用，你也不能去捉虫把它伤害，都不行，就是你可以把它赶走，但是不可以杀死它，不可以杀死它，你可以把它清走，对，你可以预防它，所以才去套袋，然后就刚好遇到一样理念的，对，所以他就打电话找我，其实我们本来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来找我，他跟我说好，那我可以配合你。后来他就真的，他很用心，他第一个，他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来找我，然后他到我农场去一样做摄影的工作。给我先看，然后先检查，开玩笑，要先确认一下跟他理念有没有一样。对，没有错，他来这边，然后他还制作一个短片之类的，放在他店里面，而且他就是说他想要什么要的东西，他里面的那个主厨都是蛮专的，就是对这方面有专精的，所以他有用到我那个，他知道我种稻米，后来他需要稻米，我就种一些稻米啊，稻米是我们平常也要吃的，对，那最主要种稻米，我是因为要体验那个晒稻谷那种乐趣，小时候还不体验不够，小时候没有自己，那个不是自己的，是比较被动，人家叫你去做的，那我想说，再去体验一下，所以我就想说种一些稻谷，而且这个稻谷我们自己也要吃，平常3餐都要吃啊，所以说我就是种稻谷，然后饲栽，他就拿我这个米，然后去做他的一些炖饭啊之类的，所以他请了一些，就是他里面的他的团队里面。就是有去开发，对，开发一些产品，这样就是用我的东西，就是譬如说我的那个，就像这个稻米啦哈，我这稻米完全都是香米啊，稻米还有后来他想说做五谷子的东西，我又去把我的稻米又把它变成粉，米谷粉，对，最近很流行，是糙米下去抹的，取代面粉，因为面粉有麸质，过敏体质过敏。对，不行啊，所以说后来我就用这个米谷粉，他就拿去做一些甜点啦，烘焙啦，对，然后做了很多东西，他也有拿给我，他做起来就先拿给我试吃，我觉得基本上小哥呀，用泰国韩国总泰记，用啥你好像都是用热情递给种东西，用热情在务农。对，然后都是种自己开心，周期感分析的事情，然后就是希望大哥多喜欢多一点的农产，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到更多健康的农产，对不对？对啊，就是一个一个慢慢这样连接起来啦。对，然后就越种越多。对啊，本来是甘蔗本来是我喜欢的东西。对啊，我喜欢吃的东西，因为我乡下本来以前就是台南就是那平原都是种甘蔗的。所以我对甘蔗，我感觉我吃甘蔗，我就一天的热量全部都有。我到山上工作，只要带茶跟一瓶
一根甘蔗就可以过一整天这样。哎呀，不是，今日节目当中就懂完整的了解到杨大哥韩国总太极家的个故事，还有顺便了解到他们的喜好啊，所以也很高兴今天杨大哥跟总太极来到节目中同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用热情来种东西也的农民哦。所以今天谢谢杨大哥，谢谢总太极生猛，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没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数看休息一下，等下共下来做运通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